唔係必須買唔起啊，而係空中花園更有性價比。你先嚟睇下個票先啦，珠海無定一線海景房就係咁樣啊！短短幾年，上任業主直接批咗200幾個啊！樓下自帶5星級嘅酒店，3公里內咧就6大商圈包圍你啊！冇聽錯，13000幾單價直接打包帶走。呢一個係1層嘅位置，門口喺呢邊啊，此部門只不過係比較簡陋嘅交付標準。呢邊咧就係需要你發揮創意空間嚟改建嘅，但係可以講你擺2個大面都夠擠嘅，因為總面積係224平方，呢邊係廚房位置，南北對流就係雙露台嘅。你睇，如果你中意中空嘅感覺咧，我覺得呢邊使佢5、6層，我哋整得好靚啦，齋中空下。你睇下呢邊仲安置咗一個兒童遊玩區域啊，或者你多功能區域都冇問題。樓下總共係有3間房間，我哋簡單睇一睇啦。每一間房間空間都係夠足嘅，採光通風冇個問題。呢度仲有一個套間嘅位置，你睇下，每日真係望住啲咁景觀啊，翻到屋企都唔敢亂發脾氣嘅，我同你講。最緊要係點樣啊？呢一套戶型咧係可以做按揭㗎，放心購買就 OK 㗎啦。嚟緊要一格，感受下。所以話識揀嘅人都會揀我哋空中別墅啊！你睇下可見空間都係非常之正啊！咁大一個兒童間，你自己平鋪就可以處理到啦。然之後呢邊如果你想保留中空位置嘅話咧，就直接唔見。呢邊仲可以加電台功房。最緊要係224平方可以做到實用300平方嘅享受啊！先嚟感受下，主人家真係好驚訝，哇！頂到仲係40幾平方，等於人家80-90平方嘅一個開間，而且係擁有我哋嘅珠海無敵一線海景房啊！呢啲戶型你喺邊度揾啊？如果你感興趣嘅話，3條乜？